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也成为我的拯救。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站立，让我们一起依靠这位大有能力的神，因为信的人必有神迹奇事随着他。让我们用信心等候神的作为，并坚持到底。他会用想象不到的方式成就我们所求所想。张开我的眼，看见你奇妙的作为，你的拯救是无边有，你是永远做新事的神。再一次坚固我的心，相信你丰盛的恩典，神是主，你永远与我同在，你生命有神迹随着我。我要紧紧抓住你的应许，你成就一切超乎所求所想。我要珍惜把握你所赐的每一个机会，我要紧紧跟随你的引领，充满信心地走向未来道路。我要恳切祷告，靠着神的能力，奇妙事必定要成就。阿们。再一次坚固我的心，相信你丰盛的恩典，神之主，你永远与我同在，一生必有神迹随着我。我要紧紧抓住你的应许，你成就一切超乎所求所想。我要珍惜把握你所赐的每一个机会，充满信心地走向未来道路。我要恳切祷告，靠着神的能力，奇妙事必定要成就。我要紧紧抓住你的应许，你成就一切超乎所求所想。我要珍惜把握你所赐的每一个机会，我要紧紧跟随你的引领，充满信心地走向未来道路。靠着恳切祷告，靠着神的能力，奇妙事必定要成就。我要紧紧抓住你的应许，你成就一切超乎所求所想。我要珍惜把握你所赐的每一个机会，我要紧紧跟随你的引领，充满信心地走向未来道路。靠着恳切祷告，靠着神的能力，奇妙事必定要成就。靠着神的祷告，靠着神的能力，奇妙事必定要成就。靠着神的祷告，靠着神的能力，奇妙事必定要成就。哈利路亚，阿们。弟兄姐妹，请坐，让我们一起用掌声将荣耀归给我们的神。哈利路亚。我们都是蒙恩的基督徒，当我们面对患难的时候，我们不要再问说，主啊，为什么是我而不是别人？我们应该是说，主啊，你要在这个苦难当中让我们学的是什么？祈求圣灵帮助我们永不灰心，永不沮丧，祈求主的爱让我们更刚强。有时候我不明白，为何苦难在生命中，为何你不将它挪去，漫漫长夜无尽。有时候
有时候我不明白，为何苦难在生命中，为何你不将它挪去？漫漫长夜无际，有时候我不知道还要如何继续祷告，亲爱神你就来的生活，刚强我里面能力，当黑夜没有尽头，我相信你依然爱我，给我力量，给我盼望，看见光明在不远前方，高举双手赞美，失恋中仍向主歌唱，永不灰心，永不沮丧，你爱是我刚强。当黑夜没有尽头，我相信你依然爱我，给我力量，给我盼望，看见光明在不远前方，高举双手赞美，失恋中仍向主歌唱，不灰心，永不沮丧，你爱是我刚强，永不灰心，永不沮丧，你爱是我刚强。感谢主，耶和华喜悦心地纯洁的人。主说，心地纯洁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会看见上帝。让我们将主的话谨记在心里面，让罪恶跟试探远离我们。求主来掌管我们的心，让我们都能够成为神所喜悦的儿女。纯洁的心，这是我渴慕，一颗紧跟随着你的心，纯洁的心，这是我渴慕，一颗紧跟随着你的心，谨记的那话语，好让罪不可进入，永远让你来掌管，一颗专注的心，一颗怜悯的心，得着你的喜悦，让人心上的敬拜只剩到你面前。纯洁的心，这是我渴慕，一颗紧跟随着
你的喜悦，让这馨香的敬拜只升到你面前。谨记你的话语，好让罪不可进入。用基督的闪光，一颗专注的心，一颗怜悯的心，得着你的喜悦，让这馨香的敬拜只升到你面前，让这馨香的敬拜只升到你面前。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慈爱永远长存。求你赐给我们像约书亚的信心，进入你所赐的美好迦南地。你告诉约书亚，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神必与他同在。求你今天也与你的儿女们同在。不论我们在任何的境遇里面，主啊，你就是我们的力量，你就是我们的磐石，你就是我们的山寨，你就是我们所依靠的神。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相信你必然帮助我们，坚固我们。这时我们要用心灵诚实来敬拜你。求你打开我们的心，使我们朝见你的面。让我们相信，从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恩典，我们不仅白白得来，我们更要乐意的分享出去，让耶稣基督你的爱传遍全世界。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恩待我们在你面前的每一位属神的儿女，有从你那里来的能力，浇灌我们，使我们一起同心合意的奔跑天路。谢谢耶稣，谢谢圣灵，谢谢爱我们到底的天父。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感谢，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这时候我们要来感谢，奉献是基督徒的感恩的表现，是出于甘心乐意。如果你还不明白奉献的意义，请你用祷告来表达你的感谢。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谢
亲爱的阿爸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你赏赐我们有丰富的生命、生活及各样的体验，这些全都依赖在你的恩典所赐下。再次感谢、称颂与赞美。现在我们愿意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透过牧师的传讲、分享与教导，求你圣灵再次的充满在我们当中，与我们同在。现在摆上我们的金钱、时间、才能来奉献，作为祭物献给你，愿你悦纳。这样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请坐。这时候我来做教会的报告。首先是长执会的报告，在7月28号礼拜天召开第416次的长执会，请各单位在7月24号以前提出报告的资料，并且请长执预备心准时来参加。如果有不可抗力的因素需要请假，那么请提前向陈牧师来请假。其次，今天教育部今天下午的1点半，那么在401教室要召开教育部的部会。特别是我们有收到教育部60年纪念特刊的小组的这个邀请卡的我们的弟兄姐妹，那还有如果您觉得您在这一部分的服事您可以参与关心的话，那么也特别邀请您在今天下午1点半在哪个教室？401欢迎你一起来参与。好，下一页。那么圣经共读呢？希伯来书到明天的早上就要全部查经完毕。我们也非常谢谢陈牧师，每天早上6点半带领大家一起共读。那么明天晚上还有明天的晚上是历代志的开始，一直到9月20号。我们大家来看一遍哈，历代志是什么时候开始？7月15是早上还是晚上？晚上8点开始来不及的请举手一下，上班下班可能来不及的都来得及哈欢迎明天晚上可以看到大家都能够上线那么这个都会传到领袖小组还有各小组，那么请各位同工也协助能够转发给各位弟兄姐妹。如果你路径不是还很清楚的，那么请你找你的小组长就可以。那每天的开始共同上线的时间大概前半个小时到15分钟，那么就会上传请各位进入以后输入名字加入，那么就可以了欢迎大家。好，那么公报社呢有推出手抄诗篇1套，3册共600元。那如果我们教会有12套以上的话，就优惠价528元。抄完以后可以参加荣誉榜的活动。那么想要购买的弟兄姐妹呢，请到公布栏去登记，到7月22号下礼拜1来截止。那如果未满12套呢，就一样是600块钱。那如果有报名要参加的，请将这个费用交给我们的张玉主任。张玉主任在现场吗？没有不认识张玉主任的请举手。到办公室全部都认识哈。你到办公室你只要喊张玉主任他就会出现。好，那么我们社区的事工呢，7月17号，也就是下个礼拜3的早上10点半到12点有社区的讲座。这一次呢是我们辉志老师的讲座他要谈有关医学方面的尝试。那事实上教会常常有这些的线上的讲座，那邀请有时间的各位弟兄姐妹或者有需要的，那么就请你能够在那个时间点直接上线可以参加。新竹中会的妇女部在9月10号跟9月11号这2天要前往日月潭举办秋季灵修的旅游，2天1夜。总共的费用是3900元。那如果有意愿参加的，请向处理长老来报名。接下来我们在7月21号，也就是我们新竹中会的平安非教会，在下礼拜天的下午2点到3点，要举办升格的礼拜，以及郑元宪牧师的就任礼拜。当天的下午3点，一样在平安非教会，对不起，在巴德教会。那是举办卓中仁牧师的进城退休的特会礼拜，所以时间点上请大家再调整看看。如果你有认识卓中仁牧师的，或者都在平安非都在平安非教会，但只是因为巴德教会的卓中仁牧师在那边退任。好 ，OK， 好，在平安非。好，有问题的话，请您就直接找干事，那把那个时间可以切下来，可以一起参加。
好，我们肢体的消息部分呢，我们陈立志长老在6月30号已经举办了新居的这个感恩礼处了哈，第一个礼处住进去了，那也有很多的弟兄姐妹，那一天大概将近40位的弟兄姐妹去参与这个感恩礼拜，愿主大大的赐福他身心灵得到健壮。好，那么吴琼元姐妹在7月1号到7月31号，还有2个多礼拜的时间，就在我们的火车站，和大陆艺术家杨于红有两岸双人展，欢迎弟兄姐妹能够经过火车站的时候，找个10分钟过，就可以顺便看一下，欣赏一下我们姐妹的画作哈。琼云姐妹有在我们当中吗？第一场，我今天有看到，在这边哈。我们也掌声恭喜她哈。愿荣耀都归给神。好，那我们来宾介绍部分，对不起，还有一个哈，17组的周素珠姐妹，那么她一样在礼拜3下礼拜的早上10点，在她的家里要举行家庭的圣别礼拜。那如果要参加的弟兄姐妹，请你找干事这个登记一下。好，接下来我们有来宾介绍，有没有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好，如果忘了跟你拍照，请你提醒我们干事。那当然在这里我们也非常开心，我们的子会嘉光教会，那么新任的传道师萧乔义传道师，还有他的先生陈义安以及他的孩子陈志恩，今天第一次来到我们迦南教会，跟我们一起参加礼拜。我们先掌声欢迎他们。萧传道，好，萧传道 ，OK， 欢迎你们。他们孩子好像在外面哈，没有关系 ，OK。那么我们在亲子室，在亲子室哈，我这样看得到，他也跟我挥挥手哈，不错，好。刚刚敬拜他也很热情但小朋友很热情哈，应该敬拜赞美团也带得很好啊，感谢赞美主啊。我们的一起的敬拜会感染小孩的，你相信吗？因为我们就是孩子的榜样，我们的信仰就是孩子的榜样。当孩子看到我们在这里举手欢呼赞美神的时候，同感一灵。那么萧传道是嘉光教会新任的传道师，那我们迦南教会也将我们的牧师馆，就是我们还有另外一间的牧师馆，那么无条件无偿的给我们萧传道一家人来使用。我们也期待他们在嘉光教会的服事成为众人的祝福。我们也再一次掌声将荣耀归给神，也欢迎他们。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金句。来，你们要顺从那些引导你们的，并且要顺服，因为他们为你们的灵魂时刻警醒，像在神面前交账的人，让他们在交账的时候有喜乐，而不是叹息。叹息就对你们无益了。希伯来书13章17节。我们再来一遍，来，你们要服从那些引导你们的人，并且要顺服，因为他们为你们的灵魂时刻警醒，像在神面前交账的人，让他们在交账的时候有喜乐，而不是叹息。叹息就对你们无益了。愿上帝的话刻在我们的心里面。希伯来书13章17节。那么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也就是我们刚刚有读到的，除了刚刚经文要背诵以外，那我们希伯来书我们即将进入尾声，所以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神的话语，我们一起来读7节跟第8节。来，你们要纪念从前带领你们、向你们传上帝信息的人。回想他们生前怎样生活，怎样死，要效法他们的信心。耶稣基督昨天、今天，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以上，这是我们要请主任牧师陈博士牧师来分享上帝的话语，在传道上卓越。好，在分享以前有一段影片来跟大家来分享。好，就是我们在夏令营当中的影片回顾。好，请同工来协助播放这段的影片呢。好，是我们在过去这个礼拜当中在教会所举办的。
2、3。我们用拍掌把一切荣耀归给上帝，哈利路亚！也借着大家的掌声，好，也谢谢这些辛苦的童工青少年，好，他们的付出尾声呢。好，我们也为这些小朋友来祷告，好，因为他们有一个很单纯的信心来到教会，也盼望他们能够借着这样的信心来认识神。好，在我们过去的6月18到7月15号，我们读了希伯来书，而在过去3周的信息，我们提到在安息上要卓越，行善上要卓越，在信心上要卓越。好，今天要继续分享是在传道上卓越。而在上个礼拜我们提到信心上卓越有3件事情，就是要在所望之事、未见之事，都要看见，因着上帝的话能够有正确的盼望，因着有上帝的话能够抓住那应许，而且要预备自己成为一个信心的什么人？古人。好，因为我们都会很快就被时间的洪流好所带去，但是呢，我们的信心会存到永远。所以我们要学习做信心人，就要从宣告开始，让卓越的信心能够说出信心的话语来得胜。好，在要分享这些信息之前，再次邀请大家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为了这个礼拜过去这个礼拜的夏令营来向主献上感谢。总共有61位的学生，有30位教会的青年，还有20位来自外面的青年志工一起来共同举办5天4夜的夏令营也能够在这营会当中，让60几位的小朋友能够更多的认识神，也求上帝把你的话像小孩子一样，能够让他们单纯的接受、相信，并且对他们一生到老都不偏离，能够让上帝的应许成为他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也纪念每一位同工的付出。现在这个时候，他们也正在49号的7楼举行同学会，也愿上帝你继续带领他们，能够更多、更长久的来到教会。我们如此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的名，阿门。在今天要分享的，在传道上卓越，这个不走了，是不是被拔掉？那帮好，我们要先来读一段经节希伯来书12章的第1节，我们一起来读经。所以，既然我们有这许多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着我们，就该卸下各样重担和紧紧缠累的罪。所以，坚忍的心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
在这段经节当中说，我们都有见证人，而且像云彩般把我们围绕包围起来。所以我们的信仰是透过这些见证人帮助我们。这个见证人可能是你的父母亲，可能是你主日学的老师，可能是你在少契、团契或是校园当中的辅导，而他们呢围绕着我们，让我们能够继续走这条天路。可是我们被包围的人也有责任，是什么责任呢？下面这一句话：卸下各样重担和紧紧缠累的罪啊。当我们走路的时候，鞋子里面进了石头，我们要停下来，把石头挑出来，才能够走得更好。在我们走信心的天路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卸下缠累我们的罪啊，还有各样的重担，我们才能够在这条天路上面能够走得长久。这个礼拜在这个过去7月份，我们已经进入了这个法国的巴黎奥运啊。好，在这巴黎奥运当中呢，我们看见是各样的运动员，他们怎么样的全力的冲刺来夺冠、来夺标。他们必须要卸下他们身上的重担，要减轻他们的体重、他们的负担，甚至他们身上的穿金戴银也要拿下来，因为他们为了要夺那奖赏。同样，我们在奔跑天路当中，我们也要卸下这些重担，还有紧紧缠累在我们身上的罪，必须要让我们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我们才能够在这条天路上走得更长更久。所以，我们要在传道上卓越。如何在传道上更加卓越呢？今天要透过希伯来书的最后1章7节8节，和大家一起来思想3件事情。好，这3件事情就是我们要纪念他们、效法他们、回顾他们。请大家说一次：纪念他们、效法他们、回顾他们。这些人是我们围绕在我们身边，如云彩般的见证人。我们要纪念他们，也要效法他们的信心，还要回顾他们为人的结局是什么。纪念他们，包括要从主耶稣他如何忍受罪人的顶撞啊。耶稣他在十字架上受凌辱，但是我们要纪念不断。希伯来书说要仔细想想耶稣忍受罪人如此的顶撞，所以我们要去纪念耶稣，他为了传神的道。如何的忍耐忍受，而纪念他们也包括第3节说的，好那些坐牢的人，好像你们跟他们一起坐牢。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坐牢的经验啊？没有坐牢的经验，但是呢，可能你有当兵的经验啊。好，男生可能有当兵的经验，好像在坐牢。然后呢，也有人说婚姻好像在坐牢当中啊。好，感觉是一种不自由，但是呢，它是一种自愿的不自由。但是坐牢是一种不自愿的不自由啊，那是很惨的。而坐牢的，就是代表说，这些人可能是深陷在不自由当中，他没有办法按照自己的意思，甚至下一句说，要纪念那些在患难中的人，好像我们也在患难当中一样。其实透过刚才我们看到影片夏令营，它就是一个让我们可以很多值得纪念的事情，所以牧师特别花了很多的时间去回顾，到底迦南教会的暑期儿童夏令营从哪一年开始？如果有人问你这个问题，不晓得你知道吗？好，我们的暑期夏令营今年呢，总共有61位学员，30位教会内的同工。25位是从外面学校来报名的志工，好，然后呢，帮福丰国中、桃园国小。2012年那一年分别跑了桃园国小有116个学生，大业国小有115位学生，而且呢，是同步进行，同一个时间在2个国小同时办，怎么办到的？好，那如果有兴趣的话，那是另外一个故事啊。而在福丰国中呢，在下午办166位学生而那一年要招募志工，透过大有国中的生命教育，我们要收100个志工，结果学校报了130个，好，所以有30个学生是被刷掉的好，2011年，我们办在桃园国小和大有国中，学生加起来总共296个学生好，加起来将近300个学生来参加夏令营。那一年我们又出短宣队去到鱼林、马光还有水林，好，也接触了200多个国中生2010年，好，我们也是已经开始有教会的营会和出去外面的过夜的营队
好，2009年，好，其实回溯到2009年已经是15年前啊。这15年来的小朋友都已经长得很大，好，所以呢，我找了一些照片。2015年，好，2009年，可能你的孩子哦，现在就在这照片上面。好，我好像也有看到我们在场的人，好，在那个时候，你有在这个营会当中，请举手。2009年。忘记了，好哦，秀慧老师那时候是秀慧老师啊，还有很多都是志工妈妈，淑英姐啊，都是志工。这些学生呢，好顶着大热天，好，甚至呢在户外、在礼堂、在室内，好，这是宋永恩，好，这是陈鑫，好吓到了啊，好宋永恩，好，这是宋永恩右边那位是谁？这一位。好的。啊，对，好，这都是我们教会的青年啊。他们那个时候那么小，15年前，好，但是呢，现在他们都已经出社会，在工作。所以我们在做这样的营队营会呢，就是在传神的道。虽然不是传整本的圣经，好，没有办法在那么短的营队，但是是一个开始，是一个开头。但是呢，这个并不是最早的营会。好，在对，这张照片很特别。每一次的营会结束之后，都会看到这个画面，就是小朋友怎样啊？不是感冒，是痛哭流涕啊！哦，他们呢，真的是在这些哥哥姐姐1个礼拜或是10天的照顾之下呢，哇，每个都依依不舍。好，然后他们很想要再来怎么办？好，就是来参加迦南教会的主日学啊。好，就邀请他们参加。2008年好的营会当中，我们是办在教会。好，然后也是透过分组，好，在各层楼，那时候连睡觉的地垫都还没有，直接睡在地板上面、瓷砖上面呢。好，然后有邀请魔术师来表演，好，然后也有这些的营会，还带他们去虎头山，好，去户外1日游，好，然后在那边留下这个合照。好，那时候的牧师，好，就是郑牧师和陈牧师啊，有没有比较年轻？有啊，现在有没有比较老？啊，不然你们说有啊，不就是说现在比较老？啊，其实是一样年轻啊，好，但感谢上帝，好，让我们在这营队当中，哇，真的是岁月催人老。但是呢，看到这些的小孩子们，他们长得这么快，好，让我们觉得传福音的速度要加快。但2008年也不是最早的一次，好，就我的资料当中，最早一次是在2007年啊。2007年是一个很特别的一年，就是17年前。17年前开始有迦南教会开始有周6礼拜，以前叫做青年礼拜。从2007年的3月3号开始，好，那时候在7楼礼拜堂，第一场礼拜就58个人参加。好，那时候牧师的第一场青年礼拜讲到就是得着这世代的年轻人啊，所以呢，每一次的聚会就是在得着这个世代的年轻人。好，到今天，好，这个周6礼拜还继续当中，一晃就17年，而我们的暑期这个品格营呢，也是从7月份开始，一晃到现在也17年过去啊。而且那一年还有一个游泳营，去威尼斯游泳池好上课。但那一年呢，好一个很特别的，就是在台大体育馆有一个 Emerge 的活动，好，那我们有40个年轻人好去参加，好，每一个去参加都好像被火烧回来一样。所谓被火烧回来，就是每个人都是带着热情回来之后，再开始教会就是很认真疯狂的服事啊。而且2007年也是我们第一次开始有短宣队啊。那年短宣队呢是要去到仁爱乡的翠峦部落，是要从那个例行产业道路进去。好，但是呢，因为一个台风好打乱，好，因为例行道路本来就是很怕台风，所以那一年我们就改到大园乡的乡长好他家好，就是邱林兄好他家好，然后就他家就关1个礼拜，想说台风来我们就在这里面做室内的训练。但是上帝的带领，让我们在那个礼拜当中，我们并没有只有关在里面，我们还从乡长的家走路走到海边去做什么？去净滩，好，去捡垃圾。然后在净滩回来路上，发现好附近居然有一个弘化育幼院。弘化育幼院里面怎么那么多小朋友？原来在大园乡那边有一群小朋友住在那边，所以我们就进去拜访参观。了解说，哦，这是一个退休的校长，好，他办的一个育幼院，然后这些收的学生呢，都是单亲或是孤儿或是隔代教养，好，没有能力教养的阿公阿嬷就把他送来这个地方。但是这个育幼院的院长呢，好，他是一个一贯道虔诚的信徒，好，所以呢，他每天都要求这些小朋友要吃菜，
而且呢，要吃菜是把菜汁都要喝下去，好的，连一滴菜汁都不行留下来。然后每天都要出去走6公里，好，早上5点半就要出去走6公里哦，不是600公尺，好，6公里都要走1个多小时。可是呢，在那一年当中，我们带着这些学生，好，就去接触这个育幼院，花了3天，好，3天到4天的时间，每天都走过去，去跟他们在一起，好，因为他们其实也没有做什么事情，我们就在里面开始把我们短宣队的东西就用在弘化育幼院。所以呢，育幼院的小朋友就跟这些年轻人接触，甚至有一些离开育幼院的小朋友，还来到迦南教会，好，来找那时候的哥哥和姐姐。我举这些的例子呢，好，就是我们这个历史，圣经说要回顾，要纪念，而我只能够纪念到2007年，好，因为前面的快乐周末营，其他的主日学校，其他在迦南教会从1965年到2007年的故事，可能是你们或是你们的长辈，好，像敏哲可能就有更多这一类的回忆了。好，在这个地方，这故事呢不是我能分享，是你们可以分享的。但是分享这些的故事，是要继续把神的道能够传下去。所以希伯来书说要纪念他们如何的忍耐，在夏令营当中要不要忍耐？好，要忍耐啊！龙佩在当夏令营的队服的时候，好，也要常常的忍耐，好，小朋友，而且要不要像受监牢一样，好一样，因为在这教会营会当中，你不能够自由的进出，好，你必须好要在教会当中一起生活。营长说几点睡觉就几点睡觉，好，几点起床就几点起床。虽然逸飞离他家很近，好，但是他也5天不能够回家，好，都要在教会跟他有没有偷偷跑回家？有吗？不知道，好，没有啦，好，因为呢，每一个人都很喜欢留在这个地方。而且呢，在这当中，好像在患难当中被要求、被管教，但是为了上帝的道，其实我们正在写下一个新的故事。希伯来书12章第2节，我们一起来读这一节：仰望我们信心创始成终者耶稣，他因摆在前面的喜乐，轻看了羞辱，忍受十字架的苦难。如今已坐在上帝宝座的右边。一定在你的生命当中有一个传福音给你的人，或是有一个把上帝的道、上帝的话教导给你的人。而这些人，他们怎么样？为了要把这个上帝的道和话传给你，忍受了什么样的苦难？其实就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苦难。耶稣基督若不上十字架，我们能够读到的圣经只有到旧约马拉基书，好，仅此而已。就算后面有福音书，但是因为耶稣没有上十字架，整个信心、整个救恩没有完成，这个故事没有办法把它讲出来，所以我们还是只能够继续读旧约。但是因为耶稣在最痛苦十字架上，他也忍受了，所以为什么他能够忍受？是因为那摆在耶稣前面的喜乐。那个喜乐是什么呢？就是耶稣他一举尽全功，他能够让所有往后信耶稣的人都能够来奔走这条天路。所以耶稣知道这是一个极好美无比的事情，所以他愿意轻看羞辱，坐在上帝的宝座右边。如果我们知道我们今天服侍的这些小朋友，将来有一天这些小朋友会成为迦南教会的小组长，会成为迦南教会的夏令营的同工。我们今天服侍的这些小朋友，将来有一天他可能会成为迦南教会的长老，甚至成为迦南教会的主任牧师或是青年牧师的时候，我们一定会觉得投资在他们身上的事情值不值得？太值得了！一个暑假就能够得到一个生命，一个暑假就能够挽回一个灵魂，一个暑假就能够让这么多的年轻人、小朋友，他们一生就有来到教会的机会，能够一辈子不断的来到教会。所以过去的人也是有这样的信心，所以他们愿意投资在我们的身上，愿意忍受我们的顶撞，愿意忍受我们带给他们的苦难。但是他们看见前面的喜乐，就轻看一切的羞辱。希伯来书12章也说，在这样的信心的路上是需要受管教。受管教的时候是舒服还是不舒服？是不舒服的。但是当我们能够忍受管教，就能结出什么果子？平安的果子。大家说一次，平安的果子。
当我来到迦南教会的时候，好，是我的主任牧师、郑正的牧师邀请，好，他并没有去台南邀请我，那时候我在台南乡下，但是其他教会，好，有台南的，有台中的，好，还有一个是在屏东的，好，主任牧师都跑去台南乡下，好，邀请我，那时候我当传道，希望我可以去他们的教会当青年牧师，总共有4间教会，好，希望我可以去当他们的青年牧师，但是最后呢，我选择来迦南教会，为什么？好，因为我来迦南，我是带着台南乡下的会友来迦南教会野外礼拜，然后经过来到迦南教会的时候，发现哇，这个地方怎么门口都是年轻人，好，怎么旁边都是补习班，然后呢，楼下都是电脑街，好，后来变成电话街，现在变成饮料街，好，以后不知道变成什么街啊，好，变成福音街，好，教会街，好，现在也快要变成教会街了。这条路上有几间教会？光这一栋楼就有3间，这一栋楼好就有2间还3间。好，所以呢，好，在这个地方看见上帝给这个地方有个特别的应许，但是我来到迦南教会一个很不习惯。以前我当传道，好，没有人管，自由自在，我想要办什么就办什么，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可是来有主任牧师，好，什么都要先开会申请，好，然后跑流程。好，所以那时候主任牧师呢，好，他也一直在教导我，好，但是有时候他也会要求我。而我来到教会呢，好，发现主任牧师，好，他的名字叫做什么？郑正仁，台语安怎讲？你们的台语怎么都变成这个版本？金架郎啊，好，就是呢，他的笔画永远就只有5画，好，然后后面更少，只有2画，好，所以呢，他做的任何事情呢，都是只能够这样，好，没有那样，也没有那样，所以呢，是不容易妥协的。所以，当我们第一次我在台南已经办过很多次的夏令营，好，传道的时候每一年都办，而且周末也办，每个周末都办，叫做快乐儿童周末营。好，那个快乐儿童周末营，我昨天有讲给年轻人听。第一次办的时候就来了60个小朋友，到最多的时候是120个小朋友，在一个台南柳营乡下的地方啊。所以，但是我办夏令营，好，办的好非常的有投入，好，可是来迦南教会。我的主任牧师告诉我说教会办夏令营，好，每次都要搬椅子，好，或是要移动这些座位，而且又会把教会的地方弄得很乱很脏。教会呢，最好就是补助他们去参加外面的夏令营，好，最好呢就是拿钱补助他们，让他去参加中会的，去参加别的教会的，好，去参加别的营会就好，这样子省事又省力。但是我一直想要说服我的主任牧师啊，但是主任牧师呢不容易说服。最后呢，他同意，好，2007年，好，你们可以办看看。但是呢，他只有说办看看了，意思是说，如果办不好怎样，以后就不用办了，就不用办了。所以那一年当中呢，这个故事我不是只有讲给你们听，好，上一场郑正仁牧师也坐在那边，好，我也讲给他听，他就坐在那个位置，好，讲给他听。但是呢，更精彩在后面。当这个营会好如期如职的办完，好，因为陈牧师实在是办太多的营会，如期如职办完之后呢，结束的时候有一个献心会，请所有的小朋友好到台上表演，表演完之后分享见证。讲见证的时候呢，好，我就请主任牧师来台下来这边一起听，好，看他们表演的听。听到最后，请主任牧师上台为所有的学员，好，他们还唱一个祝福的歌，好，你是为了阻碍被拣选的人，还是哪一首忘记了？然后唱祝福的歌，然后最后请主任牧师上去祷告。结果主任牧师祷告的时候呢，他怎么样？跟我昨天晚上一样，他哭了，好，他就哭了，他就说这个夏令营呢，改变他的想法，他觉得教会要办夏令营，所以从2007年之后，好。主任牧师呢，全力的支持，好，不管这些年轻人要怎么搞，这些年轻人要怎么样跳，好，这些人要怎么样疯狂，好，你看刚才一下冲去那边，一下冲去那边，好，主任牧师二话不说，好，全部都支持啊。所以我们要学习忍受管教，好，我们要愿意被管教。当我们能够经过那个管教，就能够结出平安的果子。我也相信有的人，好，被管教的时候是不舒服。甚至不愿意被管教。我来教会当小队辅，为什么还要被牧师管？我来教会来当个志工，为什么你还要要求我这么多？我已经牺牲这么多了，你还要求我再牺牲？我不愿，我不干，不做了。
他不能够通过这样的管教的时候，就没有办法看到后面所能够结出这些的果子。所以，我们明年要不要继续办夏令营？你觉得要请几个学生？好，300哦，哇塞！哦，上一场说200，这一场说300，好。我们很有信心，很棒，好。而这一些夏令的学生，其实好不是学生去要的。为什么那时候能够招到200-300个学生？都是教会的弟兄姐妹动员，好，大家出去拉，大家出去介绍，大家出去邀请。所以当志工的就透过他的管道，所以我们为什么能够邀到这么多的学生？所以我们在这当中，我们都一起在传上帝的道。而他们的信心，好，从希伯来书12章14节，我们15节我们一起来念：要努力跟人和睦，过圣洁的生活。没有圣洁的生活，就没有人能见到主。要谨慎，免得有人失去了上帝的恩典；要谨慎，免得有人像一株有毒的植物，长大起来贻害人群。在营会当中，有一个晚上，那个晚上呢，就是夏令营的营长跟我的儿子允琪，他们就在7楼，好的不晓得什么事情，我从8楼走下来，结果走下来之后呢，突然发现那个礼拜堂的门是被踹开，真的是踹开，砰一声很大声，然后呢，允琪跟陈毅一群人就从里面冲出来，边冲出来边开骂，很大声，然后一路骂到电梯，骂到楼梯。后来呢，骂到里面所有的那些国高中生，好，他们在里面大家都坐在地上，都吓到不敢动。好，最后呢，好，允琪他们2个骂，从外面骂到里面去，可是进去的时候拿着一袋的炸鸡，原来这是一个套招，好，骗他们的，好，骗他们小朋友的。可是那些小朋友真的国中高中生真的被吓到，有的就哭出来了，哭出来。在营队营会当中，很害怕的就是吵架，很怕就是在这里面有纷争。所以希伯来书好像他们早就办过这场营会一样，提醒我们，不管是营会，不管是聚会，不管是小组，不管是团契，都要努力尽力跟人和睦，过圣洁的生活。我们能够和睦的聚会，我们能够平安无事的这边聚集，都是上帝的恩典。阿们。如果你跟人家吵架，你会不会影响你来做礼拜？会，好，很多人都很诚实，但是有信心的人，好，更有信心的人，他是不害怕。好，我是来敬拜上帝的，我不是来看你的，好，所以他愿意继续来做礼拜。但是在教会当中，仍然很害怕，我们会因着人被人所绊倒，被人所跌倒，所以以至于我们的信心就后退。而希伯来书形容，那就是有人他像是一株有毒的植物，而这一株植物呢，偏偏就像是荆棘，像是杂草，你不用给它浇水，它长得特别快。一个栽在溪水旁的树，你要给它浇水，它才会按时候结果子。可是那些的毒，那些的纷争，都不用浇水，传八卦的话，去讲别人的闲言闲语，这种都不用牧师教，都不用圣经教，自然就会，而且一传就传到整个教会都是。可是我们说要传福音，要传圣经，要传道，牧师早也教，晚也教，长老早也教，晚也教，大家一读也读，可是我们却很难传出去。好，所以有一句话说，好事不出门，然后呢，坏事传千里。在教会当中，我们要扭转，要将好事赶出门。所以为什么要让这些的夏令营出去？你不能够只有在教会办夏令营，你要出去才知道你的不足在什么地方，你要出去才知道你的能力到什么程度。那时候办在桃园国小，你要比办在这边更早1个小时到，你要先去set 好场地，你要先去把桌子椅子抬出来，而且那些全部都不是教会的学生，都是国中生的志工，你要花更大的力气，但是过去都做到了，今天有没有可能做到？可以，明年能不能做到？
也可以。所以从现在开始招募明年的志工，好，开始招募明年的队服，开始招募明年好的这些妈妈们、爸爸们，去帮忙邀请学生来参加，因为已经run了17年，我们要继续的让这样子的传承下去，而不要让好事被关在教会里面，坏事却传到整个外面都是。我也曾经看过有的教会，好，里面因为长老跟长老，或是长老跟执事2个人的纷争，搞得整间教会乌烟瘴气。也看过牧师或是跟长老不和，搞得整间教会不仅是只有整间，甚至附近的教会，甚至是整个台湾的教会，好，可能都听到都知道。我们要尽力跟人和睦，因为一个有信心的人是一个和平使者。跟你旁边说，有信心的人是和平使者。请说一次，有信心的人是和平使者。他是一个 peacemaker。你以为要和睦很简单吗？和睦就是一定要有一方他愿意先忍耐，有一方先不发火，有一方先不急着发言，要快快的听，然后呢，慢慢的说，再来呢，慢慢的动怒。和平的使者他知道他一定要比别人更慢，即便他讲的都是对的，但是他要耐心的把对方的这些胡言乱语也好，好，这些没有营养的话也好，他要耐心的听完，因为他是一个有信心的人。而最后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这些如云彩般的见证人，要纪念他们的辛劳，也要效法他们的信心，最后还要回顾他们的结局。从3方面可以回顾。第一方面，回顾他们的婚姻关系。刚才你看到那些的夏令营的照片，营队当中很多的人，好，他都已经结了婚，好，都已经甚至当了爸爸，当了妈妈。好，昨天晚上，好，这个星辰、佳宇他们刚好都来参加周6礼拜，就看到他们过去的照片，好，是在另外一场当中。今天星辰有2个小孩，佳宇有3个小孩，而他们呢，已经没有办法再参加夏令营，可以办法参加吗？他们已经资格不符了，好，他们已经年纪太大，可是是他们的儿子、他们的女儿来参加夏令营，所以继续的传承在他们的下一代的身上。好，以前陈模在教会不知道有没有参加过夏令营，印象中是有，好，至少有参加过主日学。好，今天陈模好，他的儿子好也成为夏令营不是学员而已，成为同工啊。好，在分享当中，好有一个辅导，好，他就还特别在讲陈模的儿子，好，说他发现，好，他在这次营会当中听到一句让他最感动的话，就是从义飞的口中说出来的。义飞他说什么呢？他说他终于知道以前当夏令营的队服是多么辛苦啊！好，因为他以前就是这么调皮的小朋友这样子，好，所以他终于体会到他们的心情了。其实，在担任这个营会当中，就像是一个属灵的父亲、属灵的母亲，而我们真的在这婚姻当中，也是要维持，让这关系持久。第二个结局，上帝要看的不仅是我们的婚姻，还要看我们的金钱。我们一起说金钱。我们来读第5节，不要贪慕钱财，要满足于自己所有的，因为上帝说过，我永不离开你，永不丢弃你。在这么多，不管是我今天一直讲夏令营，好，因为我刚才有放很多夏令营的照片，好，就是在这么多营会当中的同工，他们都满怀着热心热血，在教会当中服侍。但是呢，很多终究必须要怎样？毕业之后就要出去工作，工作就要出去赚钱，赚钱呢，为了赚更多的钱，他就必须离开桃园，或是就因为这样而离开教会。你可以去工作，但是不要离开教会。跟你旁边的人现在都要说一次：你可以去工作，但是不要离开教会。希伯来书好第10章25节早就已经告诉我们，不要停止聚会啊，好像那些停止惯的人。你可以去工作，努力的赚钱，但是你不能够离开教会，因为你离开教会，你说我不会离开上帝，错，是上帝不会离开你，但你已经离开教会，就是你离开上帝了。就好像一支柴火从炭火堆当中抽出来，
它只是慢慢的烧到这根柴火烧完为止。所以那个热情、那个 passion、那个热血，就终究的冷淡。但是希伯来书说，我们要对上帝有信心，是相信上帝会继续的看顾我们、供应我们、养育我们。所以上帝自己说：“我永不离开你，永不丢弃你。”所以我们的结局就是见证我们一辈子不会离开教会。昨天下午在教会举行的告别式，是这个惠芬的先生吴登贤弟兄。虽然他有这个出生时的脑膜炎，造成他学习、人生、成长、工作很多的障碍，但是上帝还是为他一关一关的克服。虽然他只有念到国小毕业，但是他依然能够有一份收入，甚至还能够娶到个基督徒的妻子，而且也生了儿子、生了女儿，甚至即将要成为阿公啊。他在教会迦南教会就总共有45年的时间，虽然他可能没有担任过小组长，虽然可能没有担任过执事，更没有担任过长老，甚至他可能但是他参与小组，参与礼拜。到他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只有见证一件事情：他的信仰还活着，他没有离开教会。今天我们这么多人来参加这场礼拜，很感谢大家来参加，甚至多到椅子都不够，还要去搬椅子出来。但是牧师希望我们每一位弟兄和姐妹，你们要到你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都继续在敬拜上帝，都没有离开教会。不要以为说我只是离开教会，我没有离开上帝。错，没有这种事情。如果你真的要亲近上帝，你一定要亲近人，你一定要有一个十字架的横向，就是教会生命的共同体啊。所以回顾的结局就是要顺从带领我们的人啊，服从带领我们的人。请大家说一次，服从带领我们的人。为什么呢？今天的金句刚才已经念2次，我们再念第3次，要服从带领你们的人，听他们的话，他们常常看顾你们的灵魂，因为他们将来要向上帝交账。你们听从他们，他们就会高高兴兴工作，否则他们会灰心。这对你们又有什么益处呢？为什么在教会要有权柄？为什么要听从？这些听从不是说因为他是长老，他说的什么话我100%都听；因为他是牧师，他说的话永远都是对的。没有这种事情。牧师也是什么？也是人。过去这个礼拜我们开中会，有个牧师即将要退休，刚才有报告他的退休感言，居然有一句话说：地狱乌噜噜，内底专关丢了个牧师。地狱里面黑漆麻乌，里面都是谁呢？都是长老和牧师啊。这一句话是一个提醒啊，不是真的，希望不是真的啊，主啊，希望不是真的。好，这是一个提醒，因为我们不要以为自己当了一个长老什么都对，不要以为自己当了牧师什么说出来都是圣旨，都是对的，没有。好，我们是要传神的道，我们还是要从上帝的话，从圣经来学习。所以当长老也好，当牧师也好，你不是在讲人的话，也不是在讲你爸妈或是你自己听来学来的，只有在传圣经。如果我们不传圣经，我们这一些的人其实他就没有权柄。为什么陈牧师能够带得动年轻人？因为我是用圣经在教年轻人，不是用我自己的经验。我很少去讲我今天讲这些事情，我也不会一天到晚去跟年轻人讲说以前我当传道怎么样，以前我在整个教会怎么样，很少，几乎很少。是因为配合我自己问的问题，说我们的夏令营到底从哪一年开始办？所以也是这个礼拜至少花了4-5个小时以上去翻和会手册，翻原来从2007年，最后才看到说原来那一年那么多的事情，那不是都早就已经忘光光了。但是呢，这些事情希伯来书说要纪念，要仔细想想，所以我就真的去翻，就真的去想，发现上帝真的很奇妙，早就做这样的事情，做这样的安排。但是更重要，这些人他在看顾我们的灵魂，
我的主任牧师也在我当青年牧师的时候，在为我的灵魂看顾，因为我的主任牧师要向上帝交账。我的主任牧师的主任牧师是谁？我也不知道，但是郑牧师的爸爸也是郑牧师，郑连坤牧师。虽然我不认识郑连坤牧师，但是我只要看他的儿子，我就大概可以认识郑连坤牧师，大概是什么样子，大概。好，将来可能有人不认识陈柏志牧师，但是你可能可以看见我的儿子，就知道陈柏志牧师大概是什么样子。所以我的责任就是我要一直看着我的儿子，他今天有没有去聚会？我要一直看着我的儿子，他有没有说谎？我要看着我的儿子，他跟异性在一起的时候有没有伸出咸猪手？他有没有去诱拐这个少女？我要一直看着他。好，当然我要看着我的女儿，好，也要看着她，好，有没有被别人的咸猪手放在她身上？好，我要看着其他的男生。但是呢，因为我们的结局不知道，这都是我要现在可以做的。同样，你要看好你的儿子，看好你的女儿，不要想说他去教会夏令营很棒，好，然后回来很辛苦，请他吃个牛排就没事了。你要继续看着他，确定他有没有继续的去教会。你要确认他会不会读圣经，你的圣经是跟谁学的？你的圣经是谁教你的呢？耶稣基督永远是一样。今天的第2节经节，我们再来读一次。耶稣基督昨天、今天、直到永远都是一样。耶稣是他昨天的名字，因为在他出生，人给他取名叫做约书亚，旧约叫约书亚，新约亚兰文叫做耶稣。耶稣这个字就是亚兰文。好，但是呢，他是昨日，而因为他受死、埋葬、复活、升天，在圣灵降临的那一天，他有一个新的名字，叫做什么？基督。所以昨日是耶稣，今日是基督，而耶稣、基督就结合在一起，成为我们所宣认的这一位。他从过去到今天，到接下来，永远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我们相信耶稣，你不用跑到美国，也不用跑到韩国，也不用去到马来西亚，或是去到新加坡，只要有圣经的地方就有耶稣。阿们。只要有讲圣经的地方，你就可以认识耶稣基督。你不用跑到什么祷告山上，你不用跑到什么几万人的特会当中，我才能够遇见耶稣，经历基督。不是，当你愿意规律、认真打开圣经，好好的读，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都是一样。所以你拿的是同一本圣经，只有圣经是昨日、今日，直到永远都一样。因为这本圣经从他写下的那一天到现在你的手上，到将来传给你的孙子，里面的字不会有任何的字改变，不会有任何的字改变。所以天地要废去，上帝的话一点一画都不废去。你要把圣经看作是这个世界上最宝贵的事情，这是正确的信心。问题是我们的信心都是把其他的事情，很容易一件事情，一只手机都比一个圣经还宝贵。你的可能身上一支笔，都会觉得比这个圣经还宝贵。你的信心只有到这样子而已，但是你的信心能够突破了一支钢笔，你的信心能够突破了一支手机，你的信心会在圣经当中被建立起来，你会成为一个有信心的人，有信心的勇士。我们上礼拜已经提到了，在过去27天，今天是第27天，明天是最后一天，我们会把希伯来书13章全部读完。很感谢60几位弟兄姐妹，我知道有的是夫妻一起参加，所以不止这60几位，每天早上6点半，陪牧师共读。其实你们说是牧师陪你们，牧师觉得是你们在陪牧师。如果不是你们，我才不会那么认真，早上6点半起来读圣经。6点半我宁愿去外面去逛一下菜市场，还比较好玩一点。6点半我宁愿去南门市场看一看有什么好吃的早餐。但是因为你们的认真参与，所以我必须当然不是只有6点半，前一天晚上都要把所有的都要准备好，所有的都要来准备好，因为有这么多渴慕的弟兄姐妹，所以感谢你们陪牧师读完希伯来书。
这是我第2次带领弟兄姐妹读希伯来书哦。但是第1次读的时候呢，我发现好经验不够，好大家的领受不够，所以当我第2次在带领读希伯来书的时候，好我知道大家的困难在哪边，好因为这也是需要，就好像要办过一场夏令营，这又是另外一场夏令营。你们说他们是夏令营，其实我们共读是不是夏令营？好，哪一个比较辛苦？共读比较辛苦，好，所以呢，你们今天好也很，明天好可以领奖，好，我们有一个献心会，好，没有，只有30分钟，没有时间献心会，但是你可以把你的心献给上帝，因为这像是一个忍受苦难，是一个好像被关在这边不自由啊，6点半，好，但是我们也可以看重播啊，可是呢，好，更痛苦的是在后面。好，这是所有圣经当中最无聊的一卷书了。好，为什么会是最无聊呢？因为里面有太多的名字，里面有太多的人名，然后里面有太多没有讲他们在干什么，所以呢，可能光历代志上的第1章你都永远念不完。好，因为耶稣基督的家谱就让你不知道历代志要讲什么，整卷放弃。你觉得圣经好可以只看前面后面吗？你觉得圣经要从头要读到尾，可是当你读到历代志的时候，读到这边停住了，你后面的就没有办法消化。所以牧师也是要挑战大家，我们接下来是从明天晚上，好，就是每一天的前一晚8点到8点半，我们会来共读历代志上到历代志下，好，读到921的前一晚上啊，总共几天呢？68天。好，上一场有一个弟兄很棒哦，他发现这里有错字，好，我也没发现，好，我就贴得很顺，好，那个英文是 Colossians 啊，是那个哥林多前书啊，好，是 Chronicle 才对哈，应该是历代志上，好，我也没有注意到，好，所以在这个当中，历代志这么长，好，但是呢是有方法的。好，牧师，好，这也是我第1次带大家共读历代志。好，我前面还没有带人家读过历代志，所以牧师也在这当中学习。牧师娘还问牧师说：“你确定你要读60几天呢？”但是呢，我只回他一句话，好，牧师娘就没有说了。我说：“这60几天，如果我们不共读，等到60几天之后，我们要再回来共读，大家的热心、信心都怎么样？跑光光了，好，这个我太有经验了。好，前面呢，不管我们从6月1号读到现在，好，加起来今天是42天吧，还是45天？可是呢，这停了68天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前面读的通通都还给圣经，都还给上帝。所以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你读历代志就记住这句话，你从历代志里面去看耶稣，从历代志里面去寻找基督。从历代志里面去看出弥赛亚，你就能够有圣灵的帮助。这礼拜或是今天的小组当中，好，你可以分享谁是你生命当中云彩般的见证人。这些人他们怎么样陪你读圣经，教你读圣经。现在在网络上也有很多很方便、很棒的牧者在陪我们读圣经。这些都是云彩般的见证人。对我来说，我是从国中要坚信你的时候。好，那时候我是在圣公会，所以有一个我都忘记他是谁，也记不得他的名字，但是他就陪我读了一段的圣经，好，是真的读圣经哦，不是在主日学讲故事给我听，好，他就真的陪我们读了一段的圣经，所以读的是现代中文译本，因为是读现代中文译本，所以我比较容易消化了解。后来高中的时候，好，我爸都会要求家里每个礼拜晚上要家庭礼拜。而我们家庭礼拜呢，就是读圣经，好，先唱诗，后面就读经，好，每个人轮流读。读完之后，我爸还要求每个人都要讲，好，这个圣经在讲什么，好，我爸就这样要求。所以那时候我才国高中，可是呢，我也不知道讲什么，因为我们那时候读的是和合本，真的看不懂，所以就只好乱讲，好，就乱读就乱讲。可是我爸有一个做得很棒的，我爸也没有真的会教我们读圣经，可是他都没有禁止我们，也没有骂我们啊！你欧北共啊，圣经不是这样，没有。我爸呢，他反而就是很开放的，好，让我们去自由的去讲圣经了。好，所以我也想到说，这些都是传上帝的道给我们的人，而我们也要去传神的道，因为信心的表现就是传神的道。跟你旁边的弟兄姐妹说，信心的表现是传神的道。
所以我们必须要去传道。好，最后好，我们要用这首诗歌，我请同工来播放。好，这个 YouTube 请同工来到台上啊。我们要再借着这首诗歌，好，再次来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我们要来感谢这些引导我们的人。好，因为他们又为了基督轻看羞辱，然后也要为我们的家人们来守望。因为只有借着圣灵所赐的真理信心，让我们一生可以守住主的恩典。我们一起坐着来唱这首诗歌。的心，这是我。再大声一点，声音再大声一点。一颗心跟随着你的心，纯洁的心，这是我渴慕。一颗心跟随着你的心。你的思想是谁带领你读圣经？纯洁的心，像小孩子一样的单纯，单单渴慕灵奶，渴慕爱神的话语。一颗心跟随着你的心，纯洁的心，这是我渴慕。一颗心跟随着你的心。邀请大家从座位上站立起来。谨记你的话语，好让罪不可进入，永远让你来掌管一颗专注的心，一颗怜悯的心，得着你的喜悦，让这心香的敬拜只剩到你面前。想让我们用信心来领受他的话语，纯洁的心，我们要为别人的灵魂，为他们来守望，无论是小孩子，无论是青少年，上帝把这样的道放在我们的心中，我们要成为他们的遮盖，成为他们的帮助。让我们以单纯的心来渴慕神的话语，在每一天的晚上或是每一天的早晨，让我们能够来聆听上帝的对我们所说的话。一颗心跟随着你的心，谨记你的话语，好让罪不可进入，永远让你来掌管一颗专注的心，一颗怜悯的心，得着你的喜悦，让这馨香的敬拜只剩到你面前。是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差派那些人来引导我们，感谢你透过他们为我们的灵魂时刻警醒，时刻守望。当我们为基督受羞辱的时候，帮助我们轻看这些的羞辱，凭信看见摆在前面的喜乐，让我们知道圣灵所赐的真理，圣灵所赐的信心，能够帮助我们不犯罪，能够帮助我们的眼目不进入眼目的情欲，也不进入属肉体的情欲，也不进入今生的骄傲当中。一颗怜悯的心，得着你的喜悦，让这馨香的敬拜只剩到你面前。让我们的读经成为敬拜，馨香的敬拜只剩到你面前。我们一起来祷告。
是的，阿爸父神，你的话语是一把两刃的剑，能够刺入人的灵与魂、骨节与骨髓。求主圣灵帮助我们更加渴慕你的话语，让我们能够看重圣经所说的每一字每一句，让圣灵的帮助带领我们能够明白进入一切的真理当中。我们再一次为今年夏令营这61位的学生，还有30位的同工，还有25位的志工，为他们的生命来祷告。求主在2024年当中翻转这些年轻人的生命，让他们一生能够走在合神心意的道路上面。也祝福我们每位弟兄姐妹，不论在现场或是在线上，我们都有一颗渴慕的心，渴慕领受你的教导。当我们被上帝的话管教的时候，我们都能够忍耐，直到结出平安还有仁义的果子。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帮助、引领与感动，天天与你们众人同在，使你们成为一位传神的道的传道人，从今天起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弟兄姐妹，让我们再一次张开我们的手来赞美我们的神。张开我的眼，看见你奇妙的作为。你将岁月变成就是无边有，你是永远做事实的神。再一次坚固我的心，相信你丰盛的恩典，甚至主你永远与我同在，一生必有神跟随我要紧紧抓住你的应许，你成就一切，超我所求所想。我要跟你身后，你说是给我每一个机会。我要紧紧跟随你的引领，充满信心地走向未来道路。靠着圣洁祷告，靠着神的能力，奇妙事必定有成就。我要紧紧抓住你的应许，你成就一切，超乎所求所想。我要珍惜把握你所赐的每一个机会。我要紧紧跟随你的引领，充满信心地走向未来道路。靠着圣洁祷告，靠着神的能力，奇妙事必定有成就。靠着圣洁祷告，靠着神的能力，奇妙事必定有成就。靠着圣洁祷告，靠着神的能力，奇妙事必定有成就。哈利路亚，阿们。请坐。愿神大大的祝福大家，在神的话语里面更精进，更依靠主过每一天得胜的生活。我们今天的聚会到此结束，请跟你的左右弟兄姐妹跟他请安问好，祝他下个礼拜凡事兴盛。好，麻烦大家协助一下，将我们的椅子一起把它收起来，谢谢。